唉，個樓盤啊，依家搞到啊，都係半買半送啊！今日我哋過嚟咧，嗱，見到嘛？11棟居個位置喺隻小區中間嘅嚇，依家賣緊嘅面積咧係958尺到1400尺左右。個樓盤真係半買半送，喺小區門口行出嚟巴士站，好嘛？翻過去人工島坐金巴40分鐘，翻到香港喺嗰度住啊，簡直係日日喺度跑步都得。你大家見到嘛？成個公園咁樣啊，兒童活動區係咪？小朋友喺度玩大半日都得噶，好嘛？咁我哋依家咧就直情上去樣板房嗰度睇睇，好冇？歡迎回家咁我哋今日過嚟睇嗰套房咧係1300尺嘅，好嘛？1300尺嘅豪宅，好嘛？你睇下入門口嗰個位置7.5個方送書房嗰個位置6個平方送。哇！居個客廳舒唔舒服啊？係咪千萬豪宅咁嘅感覺？大家見到嘛？都係送嘅，居個位置都係送，落地窗向南望小區，掂水哇！要跑步先得。居個位置6人嘅餐台圍住轉送嘅，餐廳開放式設計。掂唔掂水？好嘛？入到嚟我哋睇睇下房先。哇！要跑步嗰套房房咧，大家見到嘛？居個位置1.5米個床，居個位置送嘅，向南望遠景噶跟住入到嚟居個位置咧，公共衛生間見到嘛？淋浴間送嘅，嗰間房嘅書台個位置都係送，見到嘛？好嘛？入到嚟居個位置就係主人房，1.8米乘2米嘅大床。關鍵點咧就係居個位置送嘅，見到嘛？都係送嘅一排嘅衣櫃衛生間入邊個淋浴間都係送嘅，好嘛？如果你覺得居套房有興趣嘅1300尺嘅豪宅大裝修，有興趣嘅喺評論區留言俾我。